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。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今日繼續揀嘅人賽事同大家分享下，有需要嘅朋友就可以撳暫停慢慢睇啦。7月1號星期三沙田11場賽事4點鐘開跑，首先係第4場4班10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。5號、7號、8號、10號、11號、14號劃咗佢先。留意翻2號拉合爾、5號黃龍天象、8號好力都有缺貨嘅。呢場就揀咗2號嘅拉合爾、13號天天更好、4號星星相識同埋1號嘅起舞飛飛。接住嚟第5場2班14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，咁就唔要3、4、5。留意翻2號笑傲江湖同埋6號嘅喜尊龍都有缺貨嘅。比較中意9號嘉應奇兵、1號包裝天象、7號美麗星辰同埋6號嘅喜尊龍。然後就係第6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。2號、5號、7號、8號、9號劃咗佢。留意翻8號綠茵明珠同埋11號嘅猛將興都有缺貨嘅。心水揀咗10號銀刺勇士、1號深紅紅、12號眾星同埋6號嘅暴風影。然後就係第7場3班10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。4號、8號、9號、10號、11號、13號全部唔要。呢場就比較中意12號嘅幸運堂、14號聖萬金、2號會長之寶同埋1號嘅英雄豪傑。接住嚟第8場4班14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。4、5、6、7、9、12、14劃晒佢。心水就揀咗10號挺秀雲利、3號男神、1號線路萬里同埋8號嘅馬上型。咁就5場賽事都分享過，睇下啱啱你心水啦。如果想知道我立場收到咩消息，到咩馬，就歡迎加入我群組，發信息俾我查詢翻啦。咁就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